讲到咧跳三角太吼，我先讲下故乡东西哦。东西咧个客家总统，迄位蛮强壮的地方，就是讲东西咧个地方流落来通宵这边度。啊，咧都通宵做咩爱写的？迄摆人写咩民梦记得咧，可能迄阿公甲时代是流落来的。啊，清早东西的通宵做，迄种念的，所以算係念謠念謠，无 melody。所以点要东方变了的，那个后辈的后生人吼，像我允许来推变做就吃得唱的歌，我允许变做是的。所以其实我对我听一种就是开始，我就开始差不多每一种就是我怎改变一条东西的东西。清早的这个很时髦啦哈，过来是那个用妹妹18岁哈，过到那种专辑是改变一条三角态有人讲这条三角态嘅歌词的部分对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无乜好啦我硬咪强调讲，这歌词咩爱写的老祖先留落来这样三角态看到一片乳染一片晒，其实今咩讲世人自古以来对三角态是很残忍其实有人讲，因为世人看到个三角态我对人一拜。世人无惊，世人看到三角拜，因为别个人家无本人拜，世人家无本人拜嘛，所以世人看到三角他安尼一拜，佢无惊，惊怎样个啥恐吓对方，所以世人看到三角他，佢要拜，惊三角他，其实染了条通宵壮胆叫吓个到三角他讲后边本来作到哇一边路人一边晒，其实咧一种社会个正常的反应所以安尼唔是同一件事情可能很严重到底咧系俺老祖先留落来一条通宵俺保留佢嘅眼睛眼美啦无多年后嘅改通俺咪希望讲一般人老多嘅通宵一定要讲社会嘅唱嘅东西较突然下个种不过俺因为讲俺两晚嘅通宵俺咪是在做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俺一条三角态俺用这式的方式来表现，希望讲他自己对那种东西的同学有种无强烈的看法，所以欢迎大家来重新看一条三角态。三角态。按作怪，看到人就硬摆，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染一边晒，三角态按作怪，看到人就硬摆，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染一边晒。拜上天拜上天做神仙，拜落地做皇帝，三角态按作怪，看到人就硬摆，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染一边晒。拜上天做神仙，拜落地做皇帝，三角态按作怪，看到人就硬摆，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染一边晒。
山叫太，按作怪，看到银子暗暗摆，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人一边塞，嘿，拜拜拜拜上天呐，拜上天做神仙，嘿，拜拜拜拜老天，拜老天做皇帝。山叫太啊，按作怪，看到银子暗暗摆，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人一边塞，有时有日本爱作到，一边路人一边塞。